幼幼班的学生伫老师的传领，将来享受优美宽快校园环境。这里是全国第一间由数理大专院校所成立的非营利幼儿园。11月11號協准立案招生，台下第一禮拜已經有60位幼兒。校方表示，配合上議國家加公共化教保政策，該校向下扎緊對幼兒啟發，一直到博士班，就是完整性全階段教育。主要是響應政府的公共化幼兒教保政策。那我們認為，好的教育應該是向下扎根，應該是要是全階段性的。所以呢，學校希望能夠從幼兒一直到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、博士班，是一個全階段的優質的教育服務。那這是我們之前提出申請的主要動機。那我想主要是配合政府政策來進行這一個非營利幼兒園的申請。那今年的11月獲得立案，我們非常的感謝政府跟各界的指導鼓勵。校方表示，為了打破只佇教室內學習，所以整個大學的資源幼兒班都會當享受，用搭建自然的環境來陪伴因成長，成為一大優勢。主要是我們的非營利幼兒園是設在我們的大學校園內，那我們的孩子們呢，可以徜徉在這個大學校園裡面，使用很多的設施，共享很多的資源，親近大自然。那我想教育不應該只有是在課堂上裡面的學習，應該要讓孩子能夠多親近大自然，多享用學校的很多的空間設施跟設備。雖然面臨少子化危機，不過校方相當有信心，因應南科發展附近幼兒的就學需求，所以第二階段將增加到9個班228位。伫專業師資、伫環境資源以及收費，都要讓家長安心，減輕負擔。園內的設施大家都可以看得到，我們就盡量把它做到完善。那包括教學的部分，我們是走主題加學習區，我們就把這個區塊都做好，這樣子。那包括我們找老師的部分，我們也非常的用心，我們的老師都非常的優秀。費用的話，因為我們是非營利幼兒園，所以小朋友如果是家裡的第一胎，就是每個月是2000塊；第二胎每個月是1000塊；那第三胎以上或者是中低收入跟低收入戶的小朋友的話，就是免費這樣子。對，所以相信對家長會有非常大的吸引力。中心拍出台南上水的校園來招生，嘛為落實大學社會責任邁向新的里程碑。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。